使徒行传第27章，阮已经决定着坐船去意大利，因就将保罗甲其他犯人交予皇家禁卫军一个名叫尤留的守卫长。阮坐一只对阿戴米田来的船，这只船拄要沿亚细亚省几来港口开船。有一个对帖撒罗尼迦来马其顿人阿里达古，甲阮做伙去。隔日，阮到西顿，尤留真亲切对待保罗，准伊去见伊的朋友，受因招待。阮对遐搁开船，因为逆风就顺塞浦路斯岛往闪方迄边行。阮经过基利加甲邦菲利亚的外海，来到卢加的梅纳。伫遐，守卫长尤留找到一只对亚历山大来的船，要开去意大利，就叫阮上迄只船。连续几若日，船行真慢，勉强才来到吉尼土的外海。因为受到风的阻挡，阮就顺克里特岛南边往闪方迄边岸行，对萨摩尼角过去。阮的船顺海墘行，勉强来到离拉西亚无偌远一个叫做安全港的所在。阮已经前真侪日，搁因为禁食的做期嘛过了，行船危险，所以保罗劝大家讲：各位先生，我看咱继续行船，毋若下面甲船，连咱的性命都会拄着危险佮大损失。毋过守卫长宁可相信船长甲船主，毋听保罗讲的话。搁这个港口嘛无适合过冬天，大部分的人赞成开船，毋望话当赶去腓尼基过冬天。腓尼基是克里特岛的一个港口，一面往西南，一面往西北。迄时南风微微啊吹来，大家想讲会顺利到目的地，就起定往克里特岛的海墘行。无久，有一阵叫做尤拉吉罗的东北大风对克里特岛扫落来，船互风扫，驶袂行，就出在伊漂流。阮来到一个小岛，叫做高台的南边，闪方的迄边岸，勉强将救生艇绑好势，然后水手将救生艇拖起来船顶，用大锁把伊困地。因行了船伫塞尼底的沙洲靠浅，就落旁，出在伊漂流。暴风继续吹，隔日因开始将虾米弹落海。第三日，因搁亲手将船顶的器具弹掉。真侪日，日头看袂到，星嘛看袂到，风影继续拍甲真厉害。最后，阮完全放弃得救的愿望。众人真久拢无食，保罗徛伫因中讲：各位先生，恁早若听我的话，无对克里特开船，就袂拄着这款的危险甲损失。现在我劝恁着勇敢，恁中间无甲一人会丧失性命，简单会失落这只船拿定。因为我所属所敬拜的上帝，早暗有找伊的天使来对我讲：保罗免惊，你一定着徛伫皇帝面前。上帝已经将船内拢总的人交托你啦，所以着勇敢。因为我相信代志一定会照上帝甲我讲安尼实现。不过，咱一定会伫一个岛屿靠浅。
到第14日的暗时，阮还伫阿德利亚海伫漂流，到半暝，水手想讲阮得要挖棍落地，就等测量所落去探出有40公尺深，较进前搁探一遍，探出有30公尺深。因行了船落着暗礁，就对船尾趴死的定，迫切听候天更光。水手想要放船逃走，将救生艇坠落去海里，假做要对船头趴定。保罗对守卫长甲兵丁讲：这个人若无留伫船顶，恁就无救。兵丁就暂停救生艇的锁，予伊留去。天要光的时，保罗劝众人着食。伊讲：恁已经听候14日久拢无食，所以我劝恁着食一寡物件，才有气力。恁连一支头毛都袂失落。保罗讲了后，摕饼伫众人的面前感谢上帝，擘开食，众人心就定落来，摕物件食。甲阮同船的人拢总有276个。大家食饱了后，将麦仔等落海，互船较轻。天光的时，水手毋捌迄个所在，不过因看到有一个海湾有沙滩，就想看会当将船驶上滩啊袂。因甲锁暂停，将鼎ฮ็落海，搁偷开船大的锁，甲船头的篷吊起来，互伊食风，互船驶上滩。毋过船落着沙坪，煞靠浅，船头甲条地袂振动，船尾互大影拍破。兵丁惊了犯人受水逃走，想要甲因拢杀死。毋过守卫长爱要救保罗，就甲因阻止。伊命令袂晓游的人先跳落水受上岸，其他的人则利用船帮也是船的破片上落，最后众人拢安全上岸。